南摩。第三是多劫羌佛说。释法折言33。大树之材，鼎立于天地日月，受风寒暑湿之侵而成焉，故藏世植树，纵立屋顶，一黄胎萌芽而已。设若人者闭门造居，无何磨难，焉得强者之材也。凡是称为栋梁之材的大树，往往是经过锻炼，鼎立于天地日月，饱受风寒暑湿之侵而长成的。这些树在荒山野岭之中，受尽一切艰苦磨难，顶受了数不清的风霜雨打，经过多年的锻炼，最后才能成为一棵很高很壮的大树。但如果把一捆树种植在室内，不管怎么长，就是鼎立于屋顶，它也是黄胎萌芽。它没有受阳光的照射和雨露的滋润，没有在风雨中得到锻炼，所以长出来的东西是嫩木胎芽，不能生用的。那么我们的人同样是如此，假使闭门读书，不经受磨难，不经受各种锻炼，与社会实践生活完全脱离，没有知道辛酸苦辣咸甜滋味的话，最后是不能成为强者的。不能成为强者，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。因此，要成为真正的人才，就必须要像古人说的，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少一样都不能成就其才的。因此，必须具备多元化的锻炼，最后方能成为有用之才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哦。